他们没有逼的啊，就逼啊，因为这几年呢，就是也没有多久，就这5年，然后每年都会固定办一些演唱会，把演唱会的收入当做就是这些国高中生弟弟妹妹们的那个教育基金。那个教育基金不是为了要让他们去学英文、学数学，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原住民的小朋友跟我那个时候不一样。我们这个时候再怎么坏啊，其实部落是很封闭的，就是顶多是电动玩具厂啊。可是现在不是，现在部落里面有网咖，他只要坐到电脑前面啊，他就有办法跟全世界连接。他只要打什么电音搜寻打，其实就是什么资讯都有的，然后他是接我，他都可以找得到的，在这个小小的荧幕上面。可是我觉得很奇怪啊，就是让孩子们，就是在学校学，一样是学英文、学数学、学中文，可是我觉得都比不上都会区的孩子，没有那个条件的。我觉得是不管是老师还是以设备的条件，他不会因为这样在部落里面学习，然后就会有一个科技人才，或者是一个金融或者是一个法律的人才在部落里面取来。那我觉得要找的话，就是要做我们，就是我们有的条件里面比别人好的。那我觉得就是文化跟自然生态，这是我觉得最基本的。我要接近自然，在部落里面很容易接，而且有些草药啊，那个东西，就是大家还会很好奇，就是阿美族有小米酒酿好了，人家宝树老师都用小米酒酿，小米酒的米酒酿去做法国面包，得到世界法国面包冠军。对啊，那为什么不是我部落的孩子？如果他们去发展，不是更好？当然不是只有小米酒酿，或者是那个石板烤肉，不是这样而已，还有很多很多。那我只是想到这些东西，我得到的钱就是要带他们去做这些传统的文化的技能的学习的一些经费。这是你说从5年前开始，然后其实我上次也听你聊很多，就包括怎么回到部落区让部落年轻人，可以重新回去学一些技艺，这个事情就像你讲的，其实你想的不只是怀旧啊，或者说是复古啊，或者说是做一个文化标本，它其实是要回到生活里面去，变成一个可以去发展的事情，对不对？你今天其实有带一些材料来可以做事情，是带了一些我自己做的东西啊。你看，可是很远的，怎么给你看呢？不知道，好啊，就简单讲好了。就是蓝色的东西，我都觉得还算简单，就是比较速成，砍竹子就砍，一个下午就砍就有了。对，那撒网去射一个晚上，一定会就射到，抓海胆也是，练习游也是。跟女生的一直对我来讲是比较困难。你要想很久，不可能一个下午就练好了。那等就要3个礼拜、1个月的，织布也是一样，刺绣也是一样。其实女孩子的东西，好像是我觉得很复杂。那阿美族其实是母系社会，其实很多东西女生那边就是握有很多上游的，就这些东西如果上游的东西挂在下面就没东西。上游的东西是哪些？就是像图腾啊，你要图腾去发展，然后男生在做雕刻，才有图腾可以去使用。像刺绣最简单哈，这我自己绣的，密密麻麻的，我花了3个礼拜，我的手不知道被扎了几次，我还在弹吉他的，就是我自己绣的，连这个背带也是，这很像藏卡的，都是我自己绣。但是车头不是我车头，这个东西是阿美族服装里面传统服装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的配件，就是这个叫做昂裤。我们讲亲韧带，就是成年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去交往。然后妈妈就会给我们男生一个这个袋子，然后男生当有这个袋子的时候啊，就是代表他有办法去，就是女生可以去，因为女生可以追男生的，阿美族里面，
男生在跳舞的时候，女生是可以这样拉他的这个来暗示一下，就是说我喜欢你。啊，如果可以再更明示一点的话，这个袋子它是个袋子，它可以塞槟榔，放槟榔的。就是这个是有这个东西你才有办法，第二半你没有的话，女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向你示爱，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在以前是很重要的一个，而是女生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东西。只有女生有主动出击的权利吗？对，只有女生。男生不可以跑去。男生只能在表现的时候，假如说后面有一个他很喜欢的女生，他故意跳很大力啊，吓到注目啊，看他不要拉了。对，可是就是变得比较女生有比较多的选择权，对吧？他可以选择。但现在的时代不太一样，就有些男生真的是没有人追，很可怜，怎么办？就没有人会拉他的人。现在有时候了吧，但不是常态啦，因为有些小男生要做过来啊，然后就用那个100块给他绑在上面。然后看，哥哥，你看那个中年100块，给他拿个成分哦，是你就感觉一下被人家谁写人家那个幸福的感觉。当然有一些女生就是很，因为现在很现代了，但是老人家就会要遵守传统，而且一定要放槟榔，有没有？放槟榔。可是放槟榔，我们觉得没有说，因为有些孩子现在妈妈也不吃槟榔。就是这规矩还是要守住，还是要持续啊！那些小女生也不知道哪来的点子，她槟榔上面就刻电话号码，有没有？你不要吃，0918，然后电话号码在上面啊，可是忘记写名字，槟榔太小了，没办法刻那么多字的，就类似这种东西。但我的感觉是，只要他持续的去使用，这些东西就不会消失的。就是哪一天，如果我们情人代真的消失了，我觉得小女生要对小男生那些方式就会变得不见了。这是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循环。然后我要这些小女生就也要跟着妈妈去学这个，可是平常她觉得好土啊，为什么每天要当刺绣？为什么刺绣是女生要做的？我就很想去了解。当然男女有分的，我是不碰的，对吧？要说你多去学刺绣，你不能再碰那个机器，对吧？男生不机器，男生不能碰，绝对不能碰。然后刺绣就当做缝扣子啊，我还是学，就跟一个阿嬷学刺绣，我就绣掉3个礼拜，没有停过，大概就吃饭才停过。上面这些正方形，就是家族的那个图腾哦，然后很特别哦，就是这是固定的图腾，不会变的。然后这边有一个3角地带的，但因为它是船形的，这边也有一个，这个真的是没有限制的，你可以自由发挥的。如果你发挥的好，代表你的手艺好；你发挥不好，你这边就会乱的，就代表这个孩子，这个女生没有好好认真绣，就有这种感觉。这样哇，主线也蛮厉害的，就是故意还有一块考验，就是你们要好好把这个机会活着应用。这个图腾也很妙哦，就因为老人家在吃这个图腾是不用打草稿的，一块布针跟线就开始绣了。我说从哪里开始？那种眼睛好像有那个，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数位化，然后眼睛去投射，然后就有图腾，你知道吗？好厉害，像科技都知道要针把它往哪里走。我后来自己下去绣的时候啊，我才觉得那是一个逻辑，就很像那个数学的函数。你一个逻辑可以放大缩小，图案不会变，就这样传了几百年、几千年，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它就是一个函数的概念，所以这个图腾放大缩小都不会变。不信的话，我放大给你看，这我自己绣的。吉他背带，吉他背带，就这个背带上面的图案，我把它放大，一模一样，好厉害哦！所以现在小女生没有好好学刺绣。难怪他们数学这么差。
可是你说这个东西要用吗？就是用的人他就会不断的去使用，而且他在这种状态之下是还有机会跟很多人分享。我的感觉是这样。所以你那个每个家族有自己的特别的图案。对，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家族的意思是，就是你的妈妈的这一系。对，通常是指妈妈这一系，阿嬷这一系。阿嬷，对啊。你要是有女儿的话。对啊，他就是穿着这个家族的图案。可是现在时代好像不太，因为有些就是同婚了，慢慢的。但我觉得这图腾如果有继续被使用的话，看你的认同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是这个。以前是早期是同婚的比较少，这些小男生，因为女生都被人家追走了。我们又不怎么追女生啊，可是现在女生。以前他们说女生比较辛苦，要追男生，但是他们现在很享受被人家追的感觉，被这个社会给，我不知道被这个社会应该是男追女生比较多，汉人的社会。对，我觉得，所以他们很享受，他们不想回到以前追男生那个很辛苦的时代，然后一大堆小男生就没有人追了。很多拉美族的不能嫁给汉人。对啊，其实还蛮多的，就不见嫁给原住民也不见得是阿美族，是，其实都还嫁到外国的都有。我不晓得英文怎么会这么好。所以现在还有一些家族的这个习惯。图案对，图案产业，妈妈产业，女儿就更会绣了，这是你家族的图案。可是它还有一部分你要自己创作，你要自己把这些技术活用的一个区块也有。所以你学会了，然后你还要想办法教给别人。我那时候只是因为没有人在带小女生，我带小男生的我都可以带，就是我有一些简单的在带这些孩子的一些影像，给他看到我大概在做什么。